来哦，这个疫情解封加上过年迄10天的年假，真侪民众拢安排出国。讲过年前这段时间，桃园机场伫短16天内客运量就超过96万人次，比2019年疫情进前的同迄个时间加出着48%。所以桃园机场建议要出国的民众，上好是提早2点半钟到机场，安尼才袂因为排队赶袂赴班机。我们到6支1号柜台排队。地勤人员行来行去排队队伍，我一个弯要未结束，已经伫要排到另外一边的柜台。每一旅客拢赶大包小包，要赶伫过年进前出国。因为过年那几天出国更贵了，现在这个价格是可以接受，大概至少2倍吧。就10年来出国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。无看过这么侪人，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。即卖疫情较回，大家拢想要出国，那想要出国，就要提早出门。从家里大概提早4个小时出发，觉得应该人会比较多，所以提早出发。桃园机场就建议过年期间要提早2点半钟到位，才袂因为排队无坐到飞行机。除了提早到位，还有多一寡小撇步会当较省时间。民众会当伫厝内用手机提早登记报到，再利用自助行李托文章的时间减少出境报到需要的手续。上尾配合自动通关，就会当省袂少时间，省落来时间买当伫机场 shopping。春节期间，桃园机场高省出入境高峰会伫28号春节休假进前，会有9万4千人，是2020年2月了后头一摆突破9万人。今年这16天客运量就高达96万2700多人次，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532%，嘛比疫情进前同期加48.28%。出入境人数唔那明显增加，阁比英国阁较济。民众出国都要提早出门，才会当避免无坐到飞行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